他骂我三字经，我就一直哭下来。那个时候小娟还在，小娟就说：“阿公，哭什么哭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某某人骂我这样子。”来来，娟姐，生日快乐吼！来，多谢，来，大家干。阮阿姐安尼无简单啦，真正无简单啦。一个查某人呢，卖虾卷啊，为路边摊安尼做甲餐厅。伊一个查某人哦，带三个查某囝。你一个女人要持家，要养小孩，你不跟不行啊！你不能有一个说，叹气都不能叹。讲真的，就是一定要觉得说，让这几个小孩觉得说，哦，妈妈很坚强，跟妈妈这样拼。我咧拍拼一世人，甲恁一个较一个请阮大汉，煞去伺候一个20档毋捌甲恁先联络的老爸。如果是早期我年轻的时候，我的朋友要离婚，我都会劝他们不要离婚，夫妻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现在的社会，我跟着社会的脚步走，不好就不要在一起了。有一部戏也不讲戏名了，就是我是他的妈妈。他们两夫妻，他是大侠老婆，他们在吵架的时候，我当然这个妈妈要出来讲话，可是我的台词还没讲完，我那个儿子就马上就讲话就卡进去了。我就说阿卡，我讲袂熟，你就是讲啥个？伊讲我哪知？啊，你要开咧长？我讲我唔是长啊。我是这句话讲了，我这还没有出来，你就演下去。我说这样不行。后来就我在现场拍，他骂我三字经，我就一直哭下来。那个时候小娟还在，小娟就说：“阿公，哭什么？我说：“某某人骂我这样子。”那是给我一个教训，是不是我错了？我戏演太长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心理过程。感觉阿姨是很温和的人，听到这一定很。我恰是蛮真恰。阿姨什么时候会很恰？什么时候？有啊，我那个风柜来的时候，我拿菜刀砍那个女传者啊。我不是说演戏，我说私底下你会翘啊。私底下不会，我私底下我受了委屈我就哭啊。阿姨很爱哭，对，爱哭鬼啊。听说在这部戏里面，导演都不让你哭出来，含着，不能掉。结果就真的都含。导演还说，要你哪一只眼睛流下眼泪，你都可以做。可以，镜头在那边，哭这边就好了。干嘛？眼泪是谁？我这边没有镜头，干嘛要哭？阿姨，你可以分那么清楚哦。当然喽。因为你说你私底下很爱哭啊，我以为你是那种一哭就会那种眼泪一直不是，我很爱哭，但是因为是我碰到事情该哭的时候，我会哭，但是我不会在很多人面前哭。阿姨有想好得奖台词了吗？哪会？没有啦。不会吗？每个人有些人就是入围的都会。也不知道有没有得奖，怎么会？没有啊，有些人会先写好。喂，妈妈，你要帮我写哦。我要感谢谁？你随便啊，你写了我就讲啊。阿姨，你不会自己想一些感言之类的？我想，如果那天我真的得奖，我会心跳得很快。我如果是女主角是最后颁的吧？对啊，最后他就从前面一直做到最后。对。那我说大家一定很累了，我现在什么也不讲，只是感谢各位，不管是幕前幕后，感谢。我今年很幸运，谢谢大家。最后一句，今后接戏不加价。这个那么重要？这个很重要。这是他最重要的一句。这个很重要哦。阿姨不会不加价很久了吗？对啦，但是人家会觉得，哟，他现在得奖了，不晓得要加多少钱。我说不加价。